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在国车三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特殊代？头先就来报人才。在屏东东港的安泰病院，今仔日甲一个要煮莫德纳的老大人煮做 AZ， 有88位老大人煮唔对。桃园有民众煮 AZ 了后，因为读客讲经过认定是疫苗所引起的，然后领到90万的救助金。另外，医院可能是妈妈煮过2档莫德纳出事，过2天就死亡。国军开1100亿甲141台 F16战机，升级做 F16V，不过阿帕奇直升机今仔日出现故障。伫咧屏东的东港也开始甲64岁到69岁老大人注第2档的莫德纳疫苗，所以因为负责业务的安泰病院今仔日摕唔到一个8罐的 AZ 疫苗，上无有88位老大人去注唔到。县政府随甲病院停权处分，也呼吁即寡民众若准身体无爽快，就爱随来通报。屏东县东港镇警署堂内底放真侪椅仔，却是无半人，因为遮早起发生注唔到疫苗的代志。原先初三有330位64岁到69岁头一剂注莫德纳的老人，有要去注莫德纳第2剂。无想到委办的安泰病院领出38罐的疫苗，其中8罐竟然是 AZ 的疫苗。比对了后是早起9点到10点的提出内底，大约88位老人拢被注唔到。安泰病院被紧急来停权处分。在施打完以后，安泰医院在清点的时候发觉，原来都是打莫德纳的，大概这中间有80几位、88位的民众。我们卫生局去协助安泰医院，尽快找出这些错打疫苗民众的名单。头一剂莫德纳并无开放，第2剂会使做 AZ 疫苗。下晡4点，卫生局甲安泰病院赶紧出面来举行记者会，向民众来核实的。为安怎会发生注唔到疫苗这个意外？病院方面承认是疏忽。从领药方面可能出了一个错误，之后在施打的过程的话，一线方面做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情况。卫生局才伫协助病院找出被注唔到的老人的名单，协助后续的医疗，并且成立3支24小时关怀专线，让民众在随时来询问。病院方面是暂停注射疫苗业务，开始违反医疗法57条部分，会在3天内完成行政检讨报告甲后续定处。疫苗有约平台也已经甲安泰病院选项关起来，另外已经有约为卫生局协助民众到其他医疗院所去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国内，咱今仔日无增加任何本土病例出来，不过有增加7个带病入境。来讲到注疫苗了后的不良反应事件，伫桃园有一个民众，伊是注 AZ 了后出现脱血管的情形，经过认定是疫苗所引起的，通好领到90万的救助金。另外也出现有一个有心的妈妈，伊注过2档莫德纳疫苗了后，伫10月初6生产，这医院一出事就发现讲伊的凝血功能有问题，过2天医院就死亡啊。目前也协助这位妈妈申请有害的救济。国内连续9天新冠本土疫情加零，也无死亡个案，暗过增加7个境外移植，分别来自美国、俄罗斯、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也有4人拢捌完整注2剂 AZ 疫苗，却有缘突破性感染，其中10532例，风险都是付房金当做错明显的假象。这一案是境外移入的个案它的 CT 值是34，它是在检疫期满之前的采检而确诊的哈。那它确实是您刚刚所提的那一位个案的同班机的这个接触者。另外，也陆续传出注疫苗了后不良事件通报，根据指挥中心上新统计，到初二增加208件不良事件通报，其中103件非严重，96件严重，也增加9例死亡。死亡个案当中有1例是零岁婴仔。他的妈妈是在7月19号接种第1剂莫德纳第1剂，那接种后是有手部的酸痛。那8月13号再接种第2剂就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反应。新生儿出生之后，大概看起来是有一些凝血功能的异常所以到10月7号就下午就新生儿死亡。那所以这个死亡原因的部分是属于有急性肺出血，还有弥漫性的血管内凝血肺出血的话，一般在我们临床上看到大概1/1000到5/1000。那只要做过妇产科10年以上，大概小儿科的医生都应该会碰过这样子的案例，因为这个多半是在早产儿。
事实上，民众若是做疫苗了后有出现严重不良反应或者是死亡，拢应申请受害救济。到目前，总共审议24件，已经完成22件，判定甲疫苗无关系有18件，其中金额上悬是90万，是桃园市一名姓易的民众，因为发生血甲塌掉的并血小板计下症候群，研判甲做 AZ 疫苗有关系。根据它的这个发病的这些症状啊，还有注射的这个时间，那去根据文献上面去了解它是有相关无法确定或是无法排除的这个部分。好，那根据这些比如说死亡的部分，如果是相关或是无法确定的话，那它的会有一个给付的范围。另外，国内已经有对Delta变异株防疫经验，经过检讨甲评估了后，指挥中心也自11月7日饭店开始，为印度、英国、缅甸3国1境的旅客恢复第3级流行地区旅客检疫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对初二开始，台北市带条件开放无人陪导的8大行业会当恢复营业啊。伫头一天，警方有加强稽查，新北市的部分市长侯友宜表示会严格处理，若准安全无问题就会开放。另外，台北市为着要应付第13轮注疫苗，会加开6个中型注射站，拜5会开始使用。第12期的疫苗注射即要结束啊！台北市花圃注射站引发涟漪医护资源的争议。第13期疫苗注射初3开放有约，台北市在6个行政区加开中型的注射站，包含信义区市府大楼1楼中庭、树林艋舺文山北投的活动中心，甲大同区的资济情书堂。初5来启用，就是为了缓解花圃的注射压力。在整个量能的提供上，相较于第12期是比较均衡的。到下一期第14期，我们其实也有在做规划，有可能会在适度再增加。我想说，能够提供给市民就近的服务。台北市强调，第13期注射量能有够，花圃未开设夜间的门诊，不过诊所依然会有夜间注射时段。另外，台北市初二开始有条件开放无陪伴服务的舞场、夜店甲3温暖申请复业。初二深夜11点到初3透早2点，警方大动作加强来临检，以中山区、大安区甲信义区为重点的对象。新北市8大行业什么时阵来放松这个禁令？是不是会有比中央更加严格规范？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会小心来处理。我们会朝开放，只要安全无虞、检视的态度。守住疫情，我们就会朝开放的方向来做。侯友宜强调，新北市疫苗第2剂的注射率也无到60%，建议是不是依次过1剂疫苗加上快速检查，也是PCR检测的方式配合开放。原则上甲中央来公布，不过每一个所在状况无同款，因为爱小心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国军今日对外证实，讲航空陆空一路今日早起，伫屏东的恒春机场起飞，有一台阿帕奇直升机伫恒春的半空中演习执行实弹演练考试的时阵，甲烈焰弹射出来的时阵，可能是操作失误，甲地热火飞弹的发射机啊射出来，好佳在是无发生任何意外。飞弹要射击的时候，安装在直升机上面必须要有发射架，然后在射击的时候透过发射架来发射这个飞弹。疑似是误触啦，因为它就是那个按钮按下去以后，它的发射架就会跟飞机脱离了。航特部表示，发射机啊落伫咧恒春训练场的山区，是伫咧演练考试的时阵无装真正的飞弹。正副驾驶降落了后，目前也等咧接受调查。为了要对抗中国对咱的威胁，国军开1100亿加141台 F-16战机升级做 F-16B。空军家己基地第4联队也接装60台 F-16B， 成做世界头一个有 F-16B 的机队。安省由总统蔡英文亲身来主持接装典礼。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欧布莱恩接受日本媒体访问的时阵，也讲到中国可能是伫咧东京。一个冬季奥运加一个2024美国后一任总统选举的时阵，会对台湾发动战争。
灾害情势持续恶悬，中国军机侵扰咱济南空域已经加做常态，尤其是歼16战机上济占3成。若是两岸爆发战争，歼16是扮演夺取制空权重要的角色。为了甲强军对抗，国军启动防弹计划，开1100亿，甲141架 F-16的战机改造升级做 F-16V， 也拿驻防空军嘉义基地第4联队，会加做头一个接装60架 F-16V 的机队。10个接装典礼，按照由总统蔡英文亲身来主持。现在我们还没有确切的讯息耶，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嘿。第4联队会加做全世界头一个 F-16V 的机队，这嘛是蔡总统任内头一届9月空军战机接装典礼。这届 F-16V 的升级，包括装新型的雷达、日务电脑、座舱的仪表、头盔瞄准系统等等，还佫会当配上新的险尾抓飞弹，战力是大大提升。刘元定讲，嘉义基地离西南空域较近，接装 F-16V 了后，要来对抗强军是有帮助。另外，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接受日本媒体专访的时阵警告讲，中国可能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进前对台湾动用武力。那其中成绩单，那对统一的问题，他是不是要有一些进程，有一些进度，好做交代呢？这个习近平他有这方面交成绩单的压力。我们2024年初是总统大选投票。年中的时候，520是新任的总统要就职，中共对台动武，这是趁虚而入，趁人之危。刘元定分析，2024年中国领导人在两岸统一的这个部分，都要提出成绩单，而且是咱国的总统大选，新政府甲旧政府交接，到时会有4个月的时间无介稳定。刘元定指出，国军都要做上歹拍算，来阻挡中国军方侵犯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头一位台湾驻地做陆军总司令，也捌做过参谋总长甲国防部长的唐尧明，今仔日伫三军总病院过身，食到84岁。唐尧明伫9·11大地震的时阵，指挥国军救灾，SARS 期间也协助民众防疫。另外，伫2000年总统大选的时阵，也以参谋总长的身份宣布会对人民所选出来后一任总统尽忠。黄镇定是军队国家化的关键人物。这是前国防部长唐尧明演过实习部队的画面。11月初3，伊伫三军总病院行去，食到84岁。唐尧明台中二中毕业了后，报考军校，陆军官校正期班出业了后，经过军中各种战略战术的训练，伫1996年，迄当时的总统李登辉任命伊做头一个台湾籍的陆军总司令，后来升做参谋总长。2002年阿扁政府的时期，担任国防部长。上届受到关注的就是2000年的大选。投票结束了后，开始开票的时阵，就公开表示会向总统大选的当选人来尽忠，这嘛建立军队国家化，甲头一届政党轮替政局的稳定。代表国军在此向即将产生的三军统帅坚决保证，国军必定竭智尽忠、牺牲奉献，捍卫中华民国的国家安全。唐尧明伫淡水变任内SARS疫情期间，真积极指挥国军协助防疫。迄若进前李登辉总统任内9·11地震的时阵，伊嘛陪李登辉4界去勘灾。不过迄当阵大家拢唔知影讲，唐尧明本身嘛是9·11的受灾户。他的老家在中心新村，他也是受灾户，公而忘私啊，完全没有把他家里面是受灾这一块啊，让我们部属知道。他当长官的话，会让部属敢做事情。他常常讲，你只要是你的动机是纯正的，你做错了没关系，做错了他帮你负责。乌镇部俄罗唐尧明做工课是真拍拼，嘛互部属有充分的空间，是一个真好的中官。总统蔡英文嘛透过总统府发新闻稿表示哀悼甲唔甘，嘛讲唐尧明是伊国防政策真重要资讯的将领。蔡英文嘛指示国防部全力协助家属后事相关的事项。记者综合报道。立委单票危机风罢免了后，台中市第2选区的立委补选会伫明年的1月初9举行。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表示，民进党甲友党协商提出上界强的候选人，要求林正基一定要变互调。那讲到国民党的部分，到当时也未有人选出来。
勇敢接力，赢回正义。民进党中执会初3通过正式征调前立委林静怡代表民进党投入日明年1月初9台中市第2选区的立委补选，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甲秘书长林时耀陪同林静怡出席提名记者会。蔡英文指出，尊重罢免的结果，面对补选的挑战，民进党甲友党协商会提出上强的候选人。那无论从任何条件来看，我都认为静怡是我们最强的候选人。那么我给静怡的任务就是要拼下这一席，不要让拖累台湾的力量有机可乘，可以见缝插针。接落来，蔡英文交付任务的林静怡坦白讲，伫陈柏惟被罢免的迄天暗时，佮接到真侪电话来问伊参选的意愿。伊强调，这届参加补选，不是为着个人的政治生涯。我相信基进党跟民进党，我们都将再一次担起责任，包含守护沙鹿、龙井、大肚、乌日、雾峰这边的乡亲，我们都会一起携手，继续努力。台中市第2选区立委补选，民进党积极展开布局，讲一直要甲陈柏惟罢免掉的，这是客档的。反过来看，国民党的人选煞一直无法度确定。我们认为在10月15号以前呢，我们尽快，因为地方上现在也有好多人一直在就劝进严宽恒了。另外，严宽恒他们家也蛮客气的，就是一直要我来找，看是不是有更适合的人选。国民党地方人士一直咧考劝严宽恒来参加补选，但是无真严格敢是要派人来参选，一直搁咧丢毒。国民党台中市党部嘛一直咧找其他适合的人选，上班会伫11月15进前就有定案。记者郭灿台北台北报道。欧洲议会代表团一行13人早起来到台湾，要进行3天的访问行程。下晡去到行政院拜会院长苏贞昌，苏院长对欧洲议会头届派官方代表团来访问台湾表示热烈欢迎，也强调咱台湾是伫咧中国嘅信息传播前线，有真侪经验通好交流。欧洲议会外国干务欧盟民主停书 INGE 特别委员会代表团来到行政院，院长苏贞昌甲7位跨党团的议员用握手过的方式来拍招呼，表示热烈欢迎。苏院长指出，台湾甲欧洲虽然离真远，也过共享民主、自由甲人权这价值，确实彼此零距离。另外，疫情期间得到欧盟国家赠送这个疫苗，伊当面来表达感谢，并且强调台湾除了在防疫方面应对世界做出贡献，在打击这个假信息方面经验也真丰富。在假信息的传播方面，有很多令人忧心的事项。各位到这里来，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更清楚的体验到，台湾在自由民主的第一线是多么的重要，也是多么的辛苦。但相对的，我们对抗假信息也非常有经验。这摆欧洲议会代表团总共13人，由担任委员会主席的法国籍议员古斯曼为首，成员也包含立陶宛、捷克、奥地利这7位跨党团的议员。古斯曼俄罗台湾的民主成就，就算面临中国威胁，民主体制依然是真发展。How difficult and how courageous it is to build a democracy while being under threat by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like the one in Beijing. 这摆是欧洲议会史上头一摆派遣官方的代表团来访问，意义真重大。学者分析，欧洲议会伫无违反一中政策的前提下来访问台湾，典现欧盟甲台湾的关系紧密深化。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之下，希望鼓励台湾能够增加国际参与的空间。它是基于这个角度来看，然后用一个比较不具政治性的，也就是治安的问题跑到台湾来。参访团会在测试觐见总统蔡英文，也安排到立法院拜会院长游锡堃，也到陆委会，另外甲智库来座谈，会就假信息、网络攻击这复合式的议题，甲咱国深入来交换意见。记者综合报道。对台湾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高雄仁武有一间幼稚园，有家长指控老师用教学器材拍因4岁后生，致使尻川皮拢拍甲乌青。调监视器来看，也发现老师会讲物件吓惊囡仔，家长决定要验伤提告。另外，伫咧高雄凤山进前也逼出一站虐待婴仔的顾婴仔中心，调查到地才发现讲，这个家族企业有4间的顾婴仔中心，其中3间就出问题啊。市长陈其迈也要求相关单位要来调查，而且要加重处罚。
4岁大后生自从换老师了后，就开始行困中道甚至大哭。顶个月29等伊找时阵，各讲出互老师拍，妈妈发现囡仔这边尻川有伤痕。到幼儿园调监视器，看到老师困中道的时间，摕7号米对涂骹，恐吓其他囡仔爱用赶紧困，甚至佫杀囡仔，怀疑老师有拍囡仔。发现在右腰侧、腰臀侧地方有5乘5公分的挫伤。对，那这部分就是有带去医院验伤。那同时我们也有去派出所报案。用玩具锤这个动作，是不应该，对，是不应该的。当下呢，上个星期5我就已经将这位老师解聘了。被指控老师表示无拍到囡仔，啊，毋过市府调查幼儿园因为牵涉不当管教，处分停办6个月。高雄最近虐待囡仔事件真多，顶礼拜凤山一间托养中心则被爆出托育人员虐待7名1岁左右的婴仔。市长陈其迈要求按加重处罚，想要到扩大调查，发现业者家族经营4间托婴托育机构，3间设备无符合规定，另外1间不当管教。是他的情节重大，那给予停办1年的处分。那另外在现场其实也有发现到，就是有使用不当的楼层，然后另外在编班的部分也有不符合规定的地方。除了地大寮这间幼儿园要求停办1年，凤山的托婴中心也因为发现其他受害婴仔，和社会局认为事态严重，原停办3个月，处分改做1年。教育局甲社会局也分别公告，这个机构的名字甲负责人，提醒家长注意。记者综合报道。进前高雄城中城发生火灾，过无几天调查报告就出来啊，讲到这个彰化交友大楼伫咧6月发生火灾，不过一直到今仔日，县政府才公布这个火灾的调查结果，也讲到这个火灾现场调度建筑物管理的欠点，才会造成4个人死亡，21个人受伤。消防局的代理局长甲建设处的代理处长拢辞职落台。刑事调查的部分，因为牵涉到枉死的消防人员，必须由消防署甲检调介入，目前是无先公布。不过消防员的家属确实无法度接受这款的讲法。交友大楼顺捷消防员陈志环的爸爸甲消防员看伊出警会来到彰化县政府，邀请县长王惠美出席这个测试对此暗会，无拄到警方一直阻隔，像了进前说明会管好态度，情绪将爆发咯。恁副县长，搁咧甲阮家属讲啦，浪费因的时间，拜托的，阮请假爱扣钱的，恁出来迄个是拢阮百姓交的税金，互恁的。家属不满受原因的高雄城中城大火，市府过2礼拜公布这调查报告。因过彰化交友大楼6月30日，火烧事到即阵已经过4个月啊。这个初3下晡，官方将召开记者会，副县长林殿虎表示，因为有消防员殉职，调查层级提关到中央，这个基层才来延后。高雄的部分可以由直辖市，他就直接就完成就报告了。那我们的部分因为涉及到了这个消防弟兄殉职。所以呢，就必须要有中央成立这个事故调查会。在里面罹难甚至是轻重伤的都有。你一直利用就是侦查不公开或是中央调查中来推卸，对其他人的这些解释是非常不合理的。官府行政调查报告指出，火灾现场分队小队长家己一人脱队，队员家己变更任务，安全幕僚无及时通知，撤出这疏失。8楼、9楼的空调机房，也有拄重视服务业者家己的变更正水房间。9楼的排烟室被改做便所甲房间。对消防甲监管的缺失，消防局代理局长屈聪嘉、建设处代理处长陈伟宏请示核准。另外，比香港上路负责人蔡进峰也来到县府了解这调查报告，伊表示愿意配合刑事调查，即阵成就民事部分尽力和解。3号我们已经和解了。20几个哈，那剩下1个重伤还没有和解。亡者的话，已经那个印尼的已经和解了，那剩下2个继续进行和解作业。彰化县府表示，交友大火案即阵有内政部检调甲监察院这单位介入调查，即阵刚才就行政调查来说明，刑事调查真侪详细所在无方便讲，希望中央调查委员会用个赶紧完成调查来公布。记者综合报道。
交通部长王国材今日搁再针对着家人节运第2阶段，家人到8岛表态，希望讲这家人会当做到一个家人火车头这款的做法。不过，这款的做法等于是用节运来代替火车。家人市长林佑昌表示，8岛到家人这段爱互家人来做决定。2015年落成的家人火车头，是代替有家人火车头以来第4届大规模改建。迄当阵开2-4亿，用5年时间打造出全台湾头一个半地下化火车头，用玻璃互内底真通光。外观的设计嘛以家人为概念，希望当节能减碳。今嘛才启用6年外，交通部讲考虑未来家人节运会当代替火车头的功能，以后代替可能就袂阁有家人站啊。我是希望把它做到。所以你承诺一定会做？希望做，一定要做。但是的确短期有，因为事实上当时我们把路线出来有。很多基隆市民的反应要把台铁，所以你这个地方的沟通非常重要啊！你们这个如果路线确定了，地方说明还没有办。交通部讲，代替甲家人节运，若2个拢经过家人市区，工程是真困难，卖分散载客量。代替的路线若是无经过家人，为像哪发车会当直接往东边来行，若省路线嘛省时间，佫会当消透花东交通的问题。目前交通部决定家人节运，南港到8岛这段先做。未来民众若是感觉节运有比较较舒适，无定会当讨论8岛到家人这段，嘛敢若保留节运。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到中南部还是有火车坐比较方便。我是认为说，不管捷运进来还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带动我们基隆热闹，这是我们最喜欢的这样子。在地有民众反映讲，希望家人节运会当连接上北的生活圈，会当请更较侪观光的人阵。不过也是希望家人火车头继续营运。家人节运的规划，搁一届引起讨论。家人市长林佑昌表示，已经有打电话给交通部长王国材，要求8岛到家人这段都要由家人来决定。王国材嘛有答应，现在交通部会提出几项的方案来甲地方沟通甲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美国伫初期举行州长甲市长的选举，台湾移民第2代5比争做波士顿200年来头1位的查甫市长。另外，伫纽约市长的部分是由一位非洲的退休的警员亚当斯选掉的。波士顿2世纪以来，市长常常是男性，而且是白人。台湾移民第2代36岁波士顿的市议员5比，初次争做头一个波士顿女性的市长，而且拍破英国拢是白人咧做市长的记录。这对一直有种族冲突的波士顿来讲，是历史性的时刻。We are ready to become a Boston for everyone. We're ready to be a Boston that doesn't push people out, but welcomes all who call our city home. And yes, Boston is ready to become a Green New Deal city. 5比是台湾移民第2代，华语讲了真认同。伫126州芝加哥出世，因为去哈佛大学读册，所以搬去麻州波士顿。2013年头一届选调波士顿的市议员，2016年至2018年之间，争做波士顿头一个有色人种的女议长。5比是民主党籍进步派。伊政治之路的导师是进步派联邦参议员花轮。5比去年9月投入市长的选战，伊运用社群的影响力，甲2040年拓中和绿色新政，也有社会福利的政见，吸引不少少年的选民，嘛受到高社的支持。我叫吴迷，我在竞选波士顿的市长，希望可以竭力为大家打造一座为我们而建的城市。初二，美国有36个州举行州长甲市长的选举，去用看作是拜登政府的期中考。全美国上大城市纽约市长的选举，由真摒死对抗警界种族歧视退休的警察亚当斯选调，争做第2个非裔的市长。伊是民主党籍中间派，英国生活真歹过，捌加入黑社会，因为捌去互警察拍，所以伊一直真拍拼，落尾加入纽约市警局，推动内部的改革。另外，维吉尼亚州州长的选举嘛受到大家关注，因为遐一向拢是民主党优势选区。不过，党提名的候选人麦克里夫拍这场选战是拍甲真辛苦，开票迄天票数是真接近，将其尾是对手杨金选调，互共和党的人是真欢喜。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COP26气候峰会第2天的议程有要到100个国家，响应着美国甲欧洲联盟所发起的倡议，伫咧2030年进前甲甲烷的排放量减少30%，而且要100个国家同意，无要搁再开发森林啊。
格拉斯哥 COP26 气候峰会2天的领袖高峰会，设置在降温的行动有具体措施，将近100个国家响应美国甲欧洲联盟发起的倡议，承诺会在2030年进行，将甲烷的排放量减少30%。We deliver on this pledge, we can prevent over 200,000 premature deaths. We can preven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asthma-related emergency room visits and over 20 million tons of crop losses a year. 数十年来，改变气候变迁的种种努力，拢专注伫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事实上，甲烷对暖化影响比二氧化碳强80倍。因为排放主要来自畜牧业、石化燃料生产加废弃物产业。联合国伫顶个月表示，利用目前的最快或者是科技，全球甲烷的排放应该能减少20%。今年进前一份报告指出，这卖措施能伫2030年将甲烷量减少45%，这能降温0.3度，挽救15万因为空气污染死亡人数。全球作物产量也会增加2600万吨。拜登政府初次公布针对石油甲天然气开采发布新规定，要求老旧油气井加勘，防止泄漏，也可能对无遵守规定的企业处罚，引起共和党甲相关业者批评，指这项计划可能致使能源价格起价，迫使部分企业退场，佮对整体油气产业造成无必要负担。另外，气候峰会初次佮宣布，加总起来占全球森林总面积800多国，决定伫9年后停止措手啊，佮改变森林游戏甲土地退化。这项国际承诺会得到192亿美金的资助，用来鼓励各国无错森林的情形之下，种黄豆仔作物加推动畜牧业。不过，英国天空电视台以巴西帕拉州亚马逊雨林非法臭树啊林地一片光影的现象为例，这比各国的承诺恐惊是上过慢。公司新闻王慧文评论。有一堆科技公司离开中国了后，雅虎今日宣布要退出中国市场，理由是西方科技业者伫中国是真歹生存的。就分析师认为讲，习近平掌权了后，对网络科技业的掌控是真严，要互业者逼这业者来离开中国市场。2003年开始进入中国市场的雅虎，除了以个别或者是入股扩大版图，也甲美国的阿里巴巴集团合作，不过一开始都无顺利。进入中国第10年的2013年，雅虎先后关伫中国的音乐甲电子信息服务，设伫北京研发中心，也伫2015年遣散所有当地员工。也就是讲，雅虎的事业重心早就离开中国，所以这礼拜宣布撤离的动作，象征的意义比实际意义较大，也显示科技业若无向共产独裁体制克服，就无法度生存的困境。China has installed very draconian policies governing internet operators and telling them what to do and especially what not to do. 美国分析师指出，网络业者面临困境甲打压，伫习近平掌权这几年来只有增加无减少。Over the last particularly 5 years, the environment has become much more hostile to Western companies engaged in any kind of content management. 另外，一个科技业所面临甲人权相关的案例，是面册决定伫今年底进行停止图片甲影片中的人面辨识功能。以前使用者伫播影片、相片的时阵，面册系统会自动辨识画面当中人面特征，佮问使用者是毋是符合某一个面册朋友的身份。因为面册当中的 tag 功能，可能标出影片当中人的形状，勘摄当事人的隐私。同时，这个科技常常被人权团体批评。认为是帮助独裁政权追踪异己人士，所以面册宣布取消这个功能，得到人权团体欢迎。第二级员工一直逼肯定原因地数形象重创之下，面册作为对挽救社会地位有偌大的帮助，爱国观察。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辑。卫福部长陈时中今日去到立法院报告争取国际新冠疫苗大纲的手续，也有立委问到讲，国卫院向莫德纳药厂争取大纲进度，国卫院表示会继续争取。陈时中也坦白讲，美国对相关技术的保护是真严格。
国内新冠疫苗注射率慢慢提悬，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初三邀请卫福部长陈时中专案报告争取国际新冠疫苗代工的策略。因为 AZ 疫苗代工最后因为产能问题破局，立会关心国卫院6月向莫德纳公司争取代工量产，是不是有新的进度？当然希望说不止后端，前面园艺的都有能够，也希望可以取得技术嘛哈，争取过程大概什么时候会有一个结果呢？现在还在进行中，我们定期会跟他们保持联络。美国来讲哈，他们对于 mRNA 的技术是相当的保护。另外，升级新药产业发展条例修正草案，目前一并年底完成修法，明年元旦上路。经济部希望透过修法，全面提悬台湾医药代工产业的发展。立委也在追问 ，AZ 疫苗去年找台湾代工生产，为什么无结果呢？给我们3亿剂的这个代工，我们自己没办法消化。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那个 CDMO 纳进来的原因。台湾的相对的产能是比较小一点。除了疫苗代工，国产疫苗自制率只有8%，落后其他国家。中央立委要求经济部加国发挥，提出相关产业发展计划，包含高端未来3期试验发展。另外，联亚后续疫苗开发等，拢需要政府辅导甲帮助。记者综合报道。过年期间的入境检疫措施要提早到12月14施行，不过就立委质疑讲，就算检条件放零，防疫旅馆的数量也是无够。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已经有备案啊，若准有必要会征收旅馆来配合。面对明年春节等的台湾人潮，边境正做压力来源。虽然春节检疫措施提前到12月14上路，不过面对春节等的台湾人数，陈市长表示，4万拢是相对低估。目前规划明年的集中检疫所，相对开放到3500间房。你认为这个4万人是高估还是低估呢？应该是相对的低估了，增加供应量来做一个因应。现在有检疫旅馆大概26800间嘛那交通部积极的争取，积极的使用，大概增加3400间。根据观光局统计，到今年底，防疫旅馆已扩充到31000间，加等的台湾人数15000差。交通部表示，在检疫放零做10天加4天了后，有过春节上站防疫时间量能已经增加，若无够无排除各定收旅馆。如果真的到时候不足的时候，我们有类似征收的方式它住多少不足的部分，我们就把它这个补。考虑春节等台湾人真济，12月14爱港在卫福部长陈时中透露，指挥中心已经核检外籍期间入境专案，及时应展开，不过春节期间暂缓移工引入。记者综合报道。对明年开始，劳工值班老手头家拢爱依照法律付加班费啊。目前劳基法当中是针对着假日值班有放零规定，不过劳动部决定对2022年开始，按照正常的上班时间来计算加班费。企业变经济，劳工早起9点上班，下晡5点下班，无够应付。劳委会1980年代放令劳工轮班轮休，唔免计入工时。亲像下班的时阵，同事拢走啊，爱有人接电话处理传真，周末留守顺工厂，雇主唔免互因加班费。不过安尼条款看起来真无合理。今麦劳动部决定自2022年元旦开始，值班延长工时，劳基法爱安怎做就安怎做。当时是认为说这样的一个这个形态的劳务的提供，跟他平时上班的状况是不太一样的。整个公司下班后人都走光了，留一个人稍微注意一下事情。现在保全多的是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处理。联系的方式也不一定要说守在办公室才能联系，我们有 LINE 有很多的这样的社群媒体。劳动部第3年进前都已经预告会将这条款录入，包含就化塑胶纺织、甲国营事业下开水电甲输电工厂，拢爱补助尽力。若劳工爱值班，雇主拢爱考虑是不是违反7休日。换班的时间是不是符合11点钟的规定？若超过正常工时，就应该付加班费。因为他可能认为他的劳动力度比较低，而不把它视为工作，这是一个不应该的一种这样的一个价值的。on time 时间就是工作那我认为这样的一个修法是朝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方式去修。劳工一日夜班，明年开始各行各业拢爱回归正常工时来算。劳团是乐见其成。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路德的中山路对昨暗头仔开始大排水沟，拢出现阿摩尼亚10片的臭味。居民甲环保局检举，派人来检验了后，才发现讲是附近一间金属加工业者甲强度的碱水偷排出来。目前依照着违反水务法，该罚300万。警察人员3更破门到工厂外口查看排水，因为即间伫高雄落地的金属加工厂，可能就是车子尾仔开始，中山路沿线排水沟发出10片臭味的香臭。果然发现工厂排出废水，而且是 pH 值12.88的强碱废水。都很臭嘞。它怎样玩好是香蜜吗？唔知嘞。从水沟，很像阿摩尼亚的那种味道，染头发的那种味道，就很臭，就整条路都是。车3下晡中山路已经无臭味，居民表示臭味差不多伫中道线起，想要到源头就伫附近。这间金属加工厂虽然是第一摆被发现偷排废水，不过2017甲2018年分别因为违反空污法甲水务法2摆罚16万，这摆偷排废水也会被重罚。该公司利用沉水马达将未经处理完整之事业废水绕流排放，经现场采样检测 pH 呈现强碱高值，且已超出放流水标准。业者偷排废水已经污染河川支流水源，依水务法应处上悬2000万以下。环保局初估以废水验出的 pH 值差不多罚300万左右。另外也检测水质，若确认废水有危害人体健康物件，会将业者移送刑事侦办。记者综合报道。退辅会伫花莲吉安乡的国有地去互立委甲环团压出来讲有26公顷去互8间沙石场违法占用几多年，就算法院判业者就要甲这土地行倒转来，也受业者继续一个营业，也这批退辅会甲法院拢无答应。对空中翕落去眼看到，几大怪手杀土机正伫动工，疏送带也伫运作，拢被翕甲清清楚楚。尽管有部分的沙石场看起来已经停业，不过有部分依然在营运。立委甲环团就控诉，才有8间沙石场违法偷占国有地真侪年啊。一直到昨天，我们都还发现砂石车在这个现场依旧频繁的进出。那砂石场内的厂房、设施、设备也都如常的在运作。不能够说因为有民代出来关说，然后就说啊他们可怜。立委甲环团表示，为着花莲东华大桥北边退辅会大东农场有26公顷的国有地，长期遭到沙石场非法来侵占。明明法院2年前已经3审定案，爱业者来行这土地，不过业者拢不爱插。更加涉嫌找民意代表来关切，即阵更加被发现也伫继续动工，即期大东农场甲法院来放任，无落实强制执行，连上基本的断水电拢无来执行。是希望那些占用业者能自己拆掉离开是最好了。那如果说真的进碰比较保守的，估计我们在年底以前我们就会有拆除的动作。大东农场回应，今年2月就向法院申请强制来执行，一切拢在庭事中，会真紧要求业者家己来拆除。那对方无履行，也已经排出议程。有个年底进前就会强制拆除违法的沙石场。另外，退辅会也指出，法院基于安全的考虑，施工复决断水电的申请。记者综合报道。伫新竹中学内面有一间95年历史的剑道馆，嘛是目前全国唯一红砖贴起的武道场建筑。对去年2月开始进行修复工程，经过1年多时间，最近也已经完成了。未来也正做多功能的基本电中心。外观以清水砖啊堆贴等阵楼悬，入去到内底看到的是以檜榔木甲杉仔做结构的厝顶。有95年历史的新竹高中剑道馆，过去嘛捌做过图书馆甲合作社，毕业50档的校友讲起过去，拢是回忆。每次中午就来这里看报纸，然后报纸非常充分，而且有《香港时报》、《青岛日报》。那这图书馆对我来讲呢，就是说，流动教室的时候，我不想上个课，我就流动到这里来，啊，换句话说，都是翘课，在这里面自修。其实学校过去捌为着要新起音乐馆，按说要拆除剑道馆，后来经过各界校友的合作，无着修复经费，总算甲
保存落来。建道馆其实对于我们竹中人的记忆是非常的深刻了。那不同年代它有不同的用途哈，有图书馆，有合作社，然后有原住民的教室，有其他的用途。那承载了不同学生的一个记忆。修复完工了后，建道馆会变作艺文展演中心，希望老建筑会当继续讲故事。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台南市文化局最近推出一出白色恐怖题材影片，主要是咧描写1951年发生伫台南的地海事案。迄当时有4个台南工业职业学校的老师受难，其中一位受害者何川伫咧庆祝进前留下一首绝命诗，想袂到经过52年后，家属才看到这首诗。这个案件呢，对迄阵的教育界影响真大，33岁内底有10岁判死刑。1951年发生的台南市工作委员会地海树案，10位受难者有4人是当时台南工业职业学校的教员，因住伫同一间宿舍，拢真少年。台南市文化局邀请学者调查地海树案，透过这支10分钟的影片，还原历史的真相。国家档案局另外的做一寡相关这个受难者，伊只的家属伊的后代。会做访问，加一寡户政资料的这个比对。受难者当中有3位是安平何家共宗的兄弟，说同一天互人枪决。其中28岁何川互人枪决之前，伫一本册内底留下一首绝命诗。伊讲看到东边天顶的红色的云彩。充满了这个希望的感觉。伫这个明还未到，天光安尼还未光的这个黑暗的时阵，家属一直将我的尸体抱起来。我感觉伊这非常感人吼，有迄个为着一种理想安尼勇往直前吼，这个安定迄个坚毅。何川甲这首绝命诗交予关做伙的朋友，因为册拍无去，一直到52年后，朋友凭记忆写出这首诗，才交予何川的夫人甲后生做纪念。用这个短的影片来做这个这个同理心，让大家恢复过去找到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轨迹甲这个记忆。随望地海树案的人员场所已经换一个路名，老师宿舍嘛拆除啊。文化局表示，调查戒严时期的历史真相，是希望后代子孙珍惜台湾即摆的民主自由。记者陈嘉文、赖维做台南报道。国家人权博物馆举办2021人权艺术生活节，用这艺术表演来讲人权，要让民众用不同款的角度来认识人权议题。一个想活的人，却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条歌是歌手班奈改编囡仔的诗写成的歌曲，讲出对人权的愿望。班奈唱出这条歌为2021人权艺术生活节开幕。7点钟讲，其实这艺术创作拢是为人权开会发言。人权本来就是所有艺术创作的一个核心啦。它强调一种尊严，一种独特性。艺术大概就是从这一点出发，自由的表达。今年的人权艺术生活节由异端的回声做主题，纪念过去戒严时期受到限制的这声音。到今嘛现代社会，无同意见拢会使发声，用各种方式讲出家己的想法。我希望说，这种呈现的方式形态能够尽量的多元，除了传统的这种观演形式之外，有更多的参与式，或者是更自由的一种表现形态，可以让民众可以用各种方式可以参与。我们目前的国家人权馆当然比较基本上还是重视在政治人权方面，因为在景美这个地方。但是将来的我们国家的人权呢，内涵会越来越多。7点钟讲，这几年有发现以人权做主题的艺术创作是愈来愈多。举办人权艺术生活节，除了让民众认识人权议题，嘛会使去引其他的艺术家以人权议题来创作，丰富未来人权艺术活动。记者郭冠良、新北报道。
美国职棒大联盟的世界大赛第6战，将有机会摕到冠军的勇士队，结束3期红不让，落尾是7比0摕到这局，总数是4胜2败，摕到今年世界大赛冠军。这也是勇士队伫咧26年后，搁再摕到世界大赛冠军啊！ Left side, Swanson to first. The Braves are world champions. 再见气势，再见太空人队勇士球员全部冲上球场，为斗阵一直跳个叫，欢喜摕下2002年的世界大赛冠军。另外回顾这场的红王战，虽然在太空人的主场，勇士的猛烈攻击和太空人实在是无法度来对抗。 High fly ball to left and goodbye. Soler with a monster blast into left, and the Braves lead 3-0 here in the third. 索里尔3球顶半球3分炮，5球顶半球史旺森2分炮，弗里曼补上1分的李瑞安打，7球顶半球一个是弗里曼。 Flies into left center field, well hit back at the wall. 勇士的王牌倒手倒手，弗里德也是致胜的关键。而且虽然头1球就因为队友传球失误，和太空人队布兰特利打对正卡，无受到影响，也愈投愈猛。74球投完6球，交出6败3阵，而且也无补上这个优质的先发。 勇士队在1995年了后，隔26年才久，才阁摕到世界大赛冠军。世界大赛 MVP 是颁予攻出3发全垒打、贡献6分打点的索里尔，伊也是大联盟史上第2个摕下7个公腰的古巴球员。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是对21度到27度。 苗栗到云林是对21度到30度，嘉义到屏东是对21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0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9度到27度。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同一时间再会。Thank you.